今年淡市国产的研用旁边饼干总共有24位旁农获奖，市府乱桥特别举办颁奖典礼。虽然今年研用因为气候影响开花率偏低，连带予旁边减产，不过所有得奖的旁农因的品质就是上好的，而且早就被注文供不应求。市长嘛挂保证，欢迎大家爱用台南旁边。农业部已经把这个台南的这个龙眼还有蜂蜜都列为这个受天然灾害补助的区域，所以我们蜂蜜产量不多，但是品质好的还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总共有30组参赛分别今年产生了特等奖跟头等奖，那也就是最好的蜂蜜的表征。那我想全台湾这个根据我们评审的这个评定台南的蜂蜜应该在全台湾的蜂蜜里面来评比，算是最好的。那但是在台南的蜂蜜里面，今天产生出更好的，所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多多认识台南的蜂蜜，多多爱用台南的蜂蜜。我希望蜂农们的辛苦，大家都要被大家看见，也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最好的台南蜂蜜。市旁的产业真正是看天吃饭，相当辛苦，而且也爱持续打造健康、安全加友善的环境来提升品质，所以市府一定会尽力将上好的推荐给消费者。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